各位兄弟平安。咱来练习今仔的诗歌吼。第一首是圣诗26首，但愿感谢上帝，咱请思琴。咱先来唱第一节，来。但愿感谢上帝。咱搁唱第三节来。这首诗咱拢足熟吼，过来咱来看回应诗，圣诗第246首。我对深深含轻，因为这首咱较无定唱，我请苏琴老师帮咱规首拢弹一摆吼。咱确定来唱第1节、第2节、甲第5节吼。来，我对亲切梦给，求求我主的名，主求你莫一个。来第2节，最无处的求告，是迷人了为丢，总是了黎明，下水温一飘。讲好，来第5节。情已死了，丢望主兄弟，一无成有兄，我的黎明我的。咱今仔日练习到这。请咱有手机甲伊关机，也是关震动，咱安静闭慢心，准备今仔礼拜。
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阿乐入伊的院，着感谢伊阿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主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咱三角吟圣诗第26首，但愿感谢上帝，来感谢阿乐主，请起立。咱犹原听的，就想用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我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要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群头。我用新的改变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三角用启应文第57篇，约翰15章来启应。我是真的葡萄树。念伫我，佮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伊就家己修剪。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枝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会结真侪果子。
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气的机，互人ฮ็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愿自己伫圣殿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活命的源头，也是丰盛稳定的主。你供应阮生活中一切所需要，佮赏赐阮伫基督耶稣内面的永远盼望。愿献上感谢，将荣光归伫你。主啊，愿承认阮有时心思软弱，常常注意世间的事，无专心追求你的国度。心若离开你，就会失去安定，无法度活出彼此相听的生命。求你怜悯阮，因基督的宝血洗清阮一切的罪，佮求你医治阮的心灵，坚固阮的教会。天父上帝，你是真正掌权的主，你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属于你的。求你使阮一心一意行伫你的真理中间，追求公义、敬虔、信心、仁爱、耐心、温柔，互相扶持，彼此勉励。求圣神引带阮头前的道路，赐落亮光，叫阮教会伫行伫你合你心意的道路顶。愿阮的家庭、教会、社会甲国家，拢遵守你的命令，彼此相听，彼此服侍，伫黑暗中做光，伫困境中做盐，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见证。佮愿阮的言语有稳定，行为有仁爱，叫人因为阮的生活看起你的荣光。愿万民拢因为阮的见证来归向你，尊你做大，将一切尊贵、荣耀、权柄拢归伫你，直到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阿免。圣歌队用愿来带会众祈祷。
三甲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6到19节。敬虔佮知足，为互人得到大利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通食，有通穿，就得知足。想要发财的人，会陷落有血、陷阱，甲真侪款愚公有害的欲望，互人沉沦，直到败坏甲毁灭。因为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爱钱财，受迷偏离信仰，家己受尽苦痛。毋过你这个属上帝的人，着闪避遮个事，着追求正义、敬虔、信心、仁爱、耐心甲温柔。信仰的美好竞赛，着尽力去拼，着确保永远的活命。为着这个活命，你有受警调，伫真侪见证人的面前宣认美好的信仰。伫赐活命互万米的上帝，甲对旁受比勒多宣认美好信仰的基督耶稣面前，我吩咐恁，着遵守所领受的命令，无缺点，无通嫌，直到咱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伫时机成熟的时，迄位应该受称赞、独一无二的主宰、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上帝，要互伊显现。上帝是独一袂死，踮伫人袂通接近的光明中，无人捌看起伊，嘛无人会当看起伊。愿尊贵甲永远的主权归伫伊，阿免。对遐个金世好业的人，你着吩咐因毋通骄傲，毋通将因的愿望放伫袂瓦可得的财物，着瓦可将万米丰丰富富，互咱逐个人享受的上帝。着吩咐因做好事，做较侪好事。慷慨施舍，甲人分享，安尼做是伫为家己的将来起造坚固的地基，确保真正的活命。今仔日王传道师要分享的信息是谨记之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想。最近咱拢有透过新闻，也是网络了解到，伫阮台湾花莲光复乡的光复这个所在的马太安的发生的代志。伫拄则，咱也透过圣歌队用《愿》这首歌来关心甲祈祷，也望咱会当伫安尼机会中间了解到，咱每一届伫遮领组织敬拜上帝，真正是一个真大的恩典。因为咱抑阁活咧，咱阁会当同齐组织、领受、学习、反省、甲认罪。所以透过无共款，咱对社会也是环境去经验到的代志，也要诚做阮的感动甲提醒。伫今仔日，咱也要同齐透过上帝感动保罗提摩太所劝勉甲提醒的内容。来学习什么是符合上帝心意的指示。保罗对提摩太讲的话真好了解，但却真歹做到。正确来讲，咱是真歹一直做到。咱有可能伫某一个时间会做到，但嘛会伫某一个时间袂记住，甚至咱无去做。所以今仔日的经文。要诚做咱信仰根基以及建立正确的价值观的提醒，也互咱做文道的人有能力去谨记这指示，来去照主的话来行。当面对挑战甲选择的时，咱的骹步袂落空，咱也袂迷失方向。
伫过去2礼拜的时间内面，老牧师拢用提摩太前书来做分享，咱会当真清楚知影提摩太伫即个以弗所教会所面对着的问题有啥物款，会当清楚因的困境是啥物。咱若阁愿意，会当阁开一寡时间，转去看第1章到第6章。我想会当互咱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看法。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第6章第60开始，保罗讲，敬畏佮知足，会互人得到大利益。生无大来，死无大去。有通食，有通穿，着知足。想要发财的人，会罕着应有，罕着罕钱，甲真侪款愚戆有害的活梦，互人定论直到败坏，甲毁灭。咱会当看见着以弗所教会所拄着的是啥物？有人伫内面，因无知足；有人伫内面，因想要发财，因想要看会到即项保护因的财物。但保罗提醒，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人贪爱钱财受迷偏离信仰，家己受尽苦痛。这项提醒无干那是对以弗所教会所发出的，相信嘛是咱伫这个时间、这个时代需要去看到。伫咱开始思考保罗对提摩太以及对咱提醒的时，我想要邀请大家来做伙思考几项问题。咱认为什么是知足？这2个字应该咱台湾人真爱讲，尤其是我的老爸对细汉就一直甲我讲，爱知足，爱知足。啊，我细汉认捌这个字的时阵，我的想法就是爱感恩呐，物件有够，爱感恩，知影家己所拥有的是有够的，叫做知足。知影家己所拥有的爱感谢，所以知足互人的印象是啥物？停落来，莫阁讨啊，满意现在的情况。安尼，咱认为啥物是追求？伊是一个行动，会当是不断的，也会当是一届的追求伊有一个目标，为着这个目标，追求的行为会无共款。追求互人的印象是啥物？向前，增加搁较济。伫世俗的眼光内面这2项就亲像啥呐？互相矛盾呐。会知足，你就袂追求嘛？啊，你若一直追求，是毋是你的心内，还是你的感受无知足？敢是安尼？一个人的一生内面，如果咱人对代志、对人、对物件有追求，是毋是就等于是无知足？安尼追求是毋是一个无好的行为啊？伊所建立的心态是毋是出自咱要爱的物件？咱会当慢慢思考莫伤紧互家己答案。咱会当换一个方向来去想。既然咱对追求可能较毋知，安尼咱讲知足，咱较了解嘛？伊应该是一个符合上帝心意的心态吧？咱讲肯定，就是只要咱知足，安尼就好。啊，如果咱将这2个字放伫咱的信仰生活内面，用这个方向去想，我已经受洗礼啊，我的信仰安尼就够啊，毋免阁追求啊。安尼这个知足敢是好的心态？还是讲我的服侍我感觉我已经做到真济啊，有够啊啦，毋免阁增加啦。当咱安尼去想的时阵，咱应该真清楚知影这个心态完全是错误的，对不对？所以是知足的问题吗？还是追求的问题？咱搁安尼想，有一个老爸，伊的家庭互伊感觉真和睦，厝内的人三听真幸福，这互伊感觉哪真知足。但伊想要互伊的亲人感受到搁较侪疼，所以伊安那
伊开始追求，互因会当过较好的生活，这是伊的追求。有一个教会信徒，伊所处的教会可能真稳定，也是咧发展，这互伊感觉真平安知足。但是有一天，伊可能嘛想要，互人更较侪会当明白上帝，所以呢，伊开始那推动事工，这是伊的追求。安尼，咱明日去分别追求是好的还是歹的。如果只有看目标吼，伫追求的过程中，袂记你更加重要的，安尼即个追求吼，到尾仔就是错误的。安怎讲？就亲像为着要互家己的亲人过较好的生活，安尼即个老爸伊爱做啥？伊爱认真拍拼趁钱嘛。所以伊选择吼用较侪时间去趁钱，却失去时间陪伴伊厝内人。安尼到最后，毋是本末倒置吗？也是讲为着要杀即个事工，但是伊无顾虑到其他人的感受，安尼到最后是毋是外口的人入来，内底的人煞离开？所以咱会发现，无论是追求还是知足，因是无冲突，但决定因是对还是错误的，是人心内动机、心态、做法以及对结果的看法。如果因厝内无任何的改变，即个老爸伊的心态是啥物？也是感谢上帝，安尼即个伊的心态是正常、是正确的。心态看重结果是啥物款，就是看待伊的追求到底是好还是歹。追求甲知足甲追求两项拢真重要，伊互咱人不断的向前，也互咱人知影啥物是咱人的根。但是保罗伊的提醒，伫伊的提醒内面讲到，有另外一项叫做贪。贪所带来的是败坏啊！人咧追求的可能是物质的，可能是趁钱钱财，也有可能是感受的，可能是男女之间的情，厝内人的疼，也可能是身份的，是权利，是积分。但如果出伫贪，人就将我想要的想法过大来放大，变成做为着即个目标，不管过程，不管手段，就是要得到伊所要意爱。安尼的贪，就要破坏人甲人的关系，嘛要破坏人甲家己的关系，最后也要破坏人甲上帝的关系。安尼的人，伫保罗所讲的，陷入引诱、陷阱，互真侪愚公甲有限的欲望，直到争论，直到败坏、毁灭、偏离信仰，受尽苦痛。去理解追求以及知足，对咱来讲真重要。但帮助咱调整，用正确的谨慎心态去行的，是对符合上帝心意的指示啊！伫今仔咱所读的6章第11节讲到，保罗对提摩太讲：，毋过你即个属上帝的人，就是亲像咱属上帝的人，着闪避这个事，就是拄则所讲，着追求正义、敬虔、信心、仁爱、耐心、温柔。首先爱闪避，离开脱离错误俗世价值观。我想，咱拢知影啥物是无符合上帝的，但是有可能咱感觉安尼行吼，较轻松、较快乐，感觉较透放。但是咱爱离开，因为这毋是上帝所咱爱行的。咱爱去离开这个错误，咱爱去了解啥物是真正的知足甲追求。过来，咱爱将追求的方向放伫无共款的所在。咱有可能本来是为着人一生的幸福快乐咧追求，但有咱正确的方向应该是追求上帝才对。行伫正确的指示，这个正确的指示就是正义、敬虔、信心、仁爱、耐心甲温柔。谨记指示是调整生命的方向，互咱软弱的本性会当伫主的话语中得到刚强。互咱面对着压力还是引诱的时，咱伫主的话语内面会当得到透放甲提醒啊！
保罗清楚的讲，爱追求的这6项事：正义是人甲人之间的正直、诚实、公平，不只是法律顶面的，也是日常顶面的。伫教会中，咱对待彼此、三款待，爱用真善的方法。敬虔是对爸囝圣神带敬畏的心，内化祈祷、敬拜、遵行上帝的话，毋是伫外在形式的表现啊，毋是迄句笑笑的平安，是对这个人看重、意爱伊所讲出的平安。敬虔嘛，提示咱信仰毋是礼拜日的，也是每一天应该爱有的。信心是伫挑战甲困难的中间，咱犹原相信上帝伊的应允。咱的眼光看到的是过去，是现在，也是未来。上帝要掌管。信心毋是一时的，伊是持续一直挖去的。仁爱今仔日咱所念的有讲到，就是最大的诫命。伊毋是感情上的，伊嘛是行为。仁爱也是伫咱做基督徒一生爱去做的命令，就是疼主，并且互相相疼。耐心，面对困境压力的时，有等待的耐心。相信主会安排超乎咱所想象的美好啊！这个等待出自内心，内心的根基是对主毋忘。最后的温柔，是伫人际关系中，用好的方法互相讲，无用情绪来处理代志，总是用谦卑的心、和平的心面对无同款的挑战。温柔毋是软弱，伊是有力量，却无用滥用力量的态度。伊互人看到的是基督的迄个款式，因为耶稣来，伊从来无用伊的情绪，无用伤害别人的方法，甲人做伙。伊总是用温柔甲牺牲的方法，甲每一个人互相勉励甲相疼。安尼这6项的指示，拢是对上帝感动保罗提摩太所讲的话。上司也是要帮助咱这群军队基督的门徒，明白应该怎样去行，以及怎样来行才是正确的。最后，咱的价值观怎样，也要直接影响咱去安怎过即个知足甲追求的生活。军队基督的门徒总是咧学习圣经的教示，咱所学习到的价值观，就成做咱生命的根。因为根基建立伫正确的所在，咱的行动甲所想才符合上帝的心意。也因为根基是伫正确的所在，咱才会将追求正义、敬虔、信心、耐心、爱心、温柔的指示放伫心内，并且去行，毋是吗？所以，咱应该爱建立什么款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的眼光、伊的行动、伊的言语，以及伊所行出来的见证。咱了解耶稣基督吗？我相信，咱上了解的应该是耶稣基督，因为伊道成肉体，成做咱的兄弟，也成做咱看会到牺牲伫咱中间的这个人。伊是实实在在的。咱了解伊多，但是咱要学伊吗？咱要学习伊吗？所以了解甲学习愿意学耶稣是无共的。这是咱追求这个信仰一生的功课啊。保罗伊嘛是一个追求耶稣基督的人。伊对伊的学生讲啊，爱尽力，亲像比赛共款，爱尽力去拼。为着永远的活命，爱诚做见证，亲像耶稣共款，伫侪人面前见证这美好的信仰。爱遵守所领受的命令，无缺点，无贪欠，
直到咱的主耶稣显现的时，爱有毋忘。上帝要伫时间到的时显现主耶稣基督，咱有毋忘吗？爱我靠，毋是我靠家己，毋是我靠家己的才能、财富看会到，是我靠迄丰丰富富赐予咱享受的上帝。爱做好事，爱慷慨分享家己，分享你所拥有的。爱持守主的话，甲职责，着闪避无敬虔的空话，甲假的财帛的争论。咱到这个世间，两手空空，咱离开的时，也是两手空空。但是合适耶稣基督，就是将家己的将来起造伫坚固的地基啊，确保家己得到真正的活命。这是保罗所讲的话。咱合适耶稣基督，是为着有一天，咱人离开这个世间的时，会伫甲主永远同在。这份美好是咱无法度想象的。咱也是期待咱会当将这份咱用言语讲袂出来的美好，通分享予别人来努力。所以咱定紧伫耶稣基督谨记指示，伫顺境甲困境内面，行出正确的道路，用符合上帝心意来追求啊，用符合上帝心意来知足感谢。最后，我认为会用伫活地的是，不断经历上帝无共款的能力甲大慧力，真正是大的恩典。愿上帝的话会当成做咱的指示，也愿主的话放伫阮的心内，互阮拿活出伊意爱阮的款式，得到祝福，也成做别人的祝福。咱同心来祈祷，听台湾的天父，感谢你。透过你所对阮讲的话，也互阮心内会当得到感动，互阮的心会当真正去相信你对阮的教示，也互阮的行为、讲话、想法，阮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互阮会当成做别人的祝福，嘛互阮本身伫追求的过程到伫结果，阮会当得到真正的活命。愿主甲阮同在。愿主带领阮，阮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三甲来唱回应诗第246首，我对深深含起。
三甲用奉献来回应主的恩典。大家请坐。咱做伙来关心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即礼拜的北起的圣经学堂吼，因为老牧师拄啊为美国要飞倒来吼，要调时差，所以咱即礼拜游玩是休困吼。好，过来明仔载因为是国定假日吼，教师节补假，所以咱办公室嘛是休困一天哦吼。过来后礼拜，咱会邀请到圣经学院的院长吼黄介明牧师来咱本会为着圣经学院来做奉献组织的请安甲报告所以也请大家为着圣经学院的事工做伙关心奉献甲代祷。后礼拜咧，咱的黄浩良牧师也要将巴克的牧师夫妇的迄个烧烙画吼，甲咱东门教会的烧烙画要献予教会，后礼拜会由老牧师来代表受证，咱嘛会同齐来见证吼，也为着即项事做伙来在祈祷中，也愿将一切荣光归予主。过来，咱教会要伫10月26日，吼，伫迄天咱要去甲高雄基丁甲卫武营伫遐举行野外礼拜，每一个人是收300块，请咱大家咱各团契来报名。那咱无属伫团契下底吼，咱会当直接去到办公室遐报名。咱的学生的部分吼，国小以下，咱主日2会有补助吼，咱会报到10月12号早止。所以，请咱大家会当量早来报名，互咱的办公室同工这边会当较好安排。咱即学期的奖学金已经开始申请吼，若是咱有符合规定的学生，咱会当来申請咱的獎學金，請咱也將咱的成績單甲所有的資料準備好勢。咱申請是到今仔日早止，哦，所以若有需要的，請咱會當趕緊來做準備。
咱迄个120周年的纪念刊已经印好，也已经到位啊吼。所以请咱迄阵有登记的兄弟姊妹，恁若有购买的，咱会讲到办公室遐来领。咱讲读经嘛已经到，所以嘛有需要的兄弟姊妹，咱嘛共款会当到办公室遐来领哦。好，新老朋友伫今仔日下昼3点半，要去做因的160周年的感恩音乐会，所以若是你已经有登记买索票的兄弟姊妹请咱会记得去到鸿运文创中心遐来领票。咱的手经团嘛有参与伫遐来演出，也为着手经团的服侍来祈祷，愿主通过因的服侍会当互上帝也得到荣光。好，今仔日咱有几位新朋友头一位黄怡佳姐妹，敢有伫遮？黄怡佳嘿，伫遐的欢迎，伊是来看迄个黄牧师的画展，所以伫头黄牧师邀请咱望咱会后会当和咱即位姊妹会当搁较济的交陪搁来第二位蔡善化在哪边？善化伟林的朋友真欢迎请大家伫会后也会当和咱的新朋友搁较济的熟悉。以上。好，咱三个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斗阵读两遍。着闪避才会输，着追求正义虔诚。因爱耐心甲温柔，因为迄字有一点仔较边所以看无介有咱第一字是毋辜啦好，来咱搁来读一摆预备来。毋辜你即个受上帝的人，着闪避才会输，着追求正义、敬虔、信心、仁爱、耐心甲温柔。提摩太前书6章11节，三个来吟祝福车恳的诗，吟煞请牧师祝祷。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扶持甲感动，互恁众人徛在伫基督的石盘顶，来坚守上帝的诫命，做主美好的见证，对一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